立委陈廷辉日前接获民众陈情，表示宝春电力公司将伫咧善化6分寮设置天然气发电厂，引起地方的讨论。陈廷辉19日邀请经济部能源署主任秘书汪树珍、环境部环境保护司司长蔡梦玉特别南下，会同大同公社总经理陈立仁、市府经发局同仁一同厘清争议。公告应该是你爱有足侪，包括土地上基本你爱客定嘛。那你土地无客定，你会当去公告讲你要伫遮设电厂，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啊。所以咱过去利用正常的程序，就是私人电厂台湾甲来报告，阮会要求咱电业法内面要设任何电厂申请什么绿电，你就是一定爱公开。登录尤其发电厂一定爱公开，甲大家报告。了后有发现的人，所以这就是安尼，所以我真系赶紧，因为你接到讯息哦，这是多好，你有发现的，20天呢，你走会得过呢，20天走会得过，所以为什么会遐变成半年啊？总经理和我报起来就是安尼吼。目前我们是没有收到这个宝春这个公司的这样的一个申请，要转送环评的这样的一个审查的一个书件是没有的。那至于就说整个我们这个在整个电厂申测的程序哦，到后面的筹设的许可可不可以盖电厂，前面有很多程序，包括要通过环评，包括要取得土地，包括你电厂的设计规划要采最好的这样的设计，都有不同的部会机关来做这样的一个把关哈。那所以说这个前置程序的话，要真正要走到这个电厂筹设，前面还有很多程序。那看起来这个宝春现在这个前置程序，就是最重要的这地方沟通都还没做完成的这样的程序的话，大概不可能往后走了哈。咱大家这意见的这环评的书件完整，搁甲放伫咧网络顶面，这有规定，这全部拢有规定，所以这是一个正当的一个程序。阮若真正要受理，阮一定爱经过迄个按所谓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转送过来。像比如讲，委员今仔按伫遮讨论的这个发电厂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，就是咱经济部的能源署，吼。能源署把这个案件转上过来环境部，环境部看看认为讲后手无问题，才会正式的受理。陈廷辉进一步表示，上重要是这件代志，地方的民众是完全唔知影，所以宝春天然气发电厂公告选址地点，附近的居民也利用这2-3天完成反对6分寮设置天然气发电厂人数。当地这位里长以及地方的民代，也将这份人数递交予经济部能源署、环境部环境保护司、大同公司以及市府经发局，予中央甲市府清楚了解地方反对声音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